2026年初，佘詩曼憑新聞女王2打破紀錄，第4次攞到 TVB 最佳女主角。而家隨着律政劇《正義女神》喺優酷熱播，佢着上法袍，戴住眼鏡，以高等法院法官嚴慧芝嘅身份再次出現喺熒幕。之前喺新聞女王系列入面凌厲似刀，誓要重塑新聞權力版圖嘅 man 姐文慧心唔見咗，取而代之嘅係高等法院法官言官，一個坐喺審判席高處，眼神深邃，喺冷靜嘅職業理性入面包裹住複雜情感嘅女性。喺拍攝現場，為咗維持法官嗰種同社會保持距離嘅克制，佢甚至刻意唔同人群一齊去感受嗰種獨來獨往嘅職業孤獨。呢種孤獨感最後轉化成審判席上嚴慧芝嗰份攝人心魄嘅職業氣場。對真實嘅敬畏令嚴慧芝呢個角色企得穩。從女王到女神，從媒體戰場衝鋒陷陣到少年法庭克制守護，喺佘詩曼同角色身上展現出職業女性最理想嘅狀態。有隨時推翻過往榮耀嘅勇氣，有直面皺紋同真實嘅坦然，更有喺嗰份職業理性之下始終未熄滅嘅正義感同好奇心。喺呢個年紀，佘詩曼終於唔使再追趕時代，因為佢所企嘅地方就係佢嘅時代。喺嗰場叫做演藝嘅長跑入面，好多人半路就揾出口，但佘詩曼就選擇一次又一次進階。佢敢犧牲美貌去換角色嘅靈魂，亦敢喺巔峰時刻停低去食份甜品。善於自洽嘅佢話：我淨係得一生嘅時間，喺有資源、有能力、有精力嘅時候，我梗係要好好利用。從 man 姐嘅鋒芒太露到言官嘅優雅溫柔。喺正義女神開播前，佘詩曼有過短暫嘅焦慮，因為新聞女王嘅成功太近， man 姐嘅鋒芒太盛，我驚俾觀眾有似曾相識嘅感覺。佘詩曼坦言，點樣喺大眾未從 man 姐文慧心嘅霸氣中抽離時，塑造一個全新嘅職業女性。man 姐好勝，愛贏，而言官沉穩、堅定，甚至有溫柔嘅一面。為咗呢種冷色調嘅轉變，徹底打破似曾相識，佢展現出演員嘅專業主義。佢戴住口罩，自己一個人去香港法庭聽審。佢觀察女法官行入法庭嗰幾秒，記錄低佢哋講說話嘅語氣、態度，甚至留意到一位法官着住優雅嘅高跟鞋同黑絲襪。於是佢將呢種真實嘅優雅複製俾劇組。被佘詩曼帶入人物嘅唔止優雅美麗，為咗角色嘅真實感，佘詩曼主動提出要戴眼鏡。監製提醒佢戴眼鏡會反光，顯皺紋，冇咁靚。佘詩曼嘅回答通透又有型：我犧牲我嘅美貌，我要出賣我嘅皺紋。當佘詩曼換上法袍，坐喺嗰個法律規定必須獨來獨往嘅位置上時，佢話自己一下就自然感受到嗰種克制嘅孤獨。喺嗰一刻，佢唔再係星光熠熠嘅明星，而係法律正義嘅守門人。正義女神觸及到尖銳嘅社會痛點，未成年人犯罪。隨着劇集拍攝，嚴慧芝呢個角色承載咗佘詩曼對正義嘅深度思考。面對劇中嗰啲利用法律作嘅少年，佘詩曼覺得責任唔止喺孩子身上，學校同家長都要負相對嘅責任。每一個少年犯背後，幾乎都有監護權嘅嚴重缺失。喺佘詩曼睇嚟，當家庭作為第一責任單元失效，社會制裁又未及時跟進時，寬容就滑向咗縱容。佢對少年法庭有一個精妙嘅隱喻：對犯罪少年嚟講，法庭係地獄；但對家長或者學校嚟講，法庭係天堂，因為呢個係俾仔女改過自身、引導佢正確方向嘅機會。呢種從救贖角度出發嘅演繹，令嚴慧芝呢個角色超越咗簡單嘅法官形象，而成為喺法律框架內試圖喚醒靈魂嘅引路人。同時喺佘詩曼睇嚟，劇中嚴慧芝都有自己嘅成長，從最開始誤判帶來嘅內疚，演變成希望可以阻止下一個惡魔青少年出現。佢通過對好多案件中對家庭、仔女、學校嘅理解，其實對自己個女都有唔同嘅態度。從1997年港姐季軍出道至今，
佘詩曼喺呢個圈入面摸爬滾打咗近30年。早年嘅佢曾經一年拍100多集戲，平均每日淨係瞓3-4個鐘。呢種搏命三娘嘅底色，令佢喺51歲嘅時候依然可以續寫黃金時代。面對外界冠以嘅港劇最後嘅牌面呢個重稱，佢保持住一種清醒嘅謙遜。我當唔起，如果我可以為港劇帶嚟一些影響同關注，我都好樂意去做。但獎項代表嘅係認同，冇一個人可以永遠喺高位。呢種活在當下嘅韌性，令佢遠離同年齡段演員慣有嘅焦慮感，反而迎來事業嘅爆發期。佢抗焦慮嘅秘籍好簡單，唔好諗未來，未來係未知嘅。你做好你當下嘅每一份工作，佢會帶住你行嘅。呢種唔內耗嘅性格，令佢喺題材受限嘅中年女演員群體入面，反而開啟咗事業嘅第2高峰。演過近100個角色，演繹過近100種人生，佘詩曼喺戲外卻極力守護住嗰份樸素嘅真實。鏡頭外唔好將自己當明星，演戲已經夠攰嘅，喺戲外仲要演或者扮嘅話，太攰啦。佢坦然面對年齡呢個定律，冇戲拍時就享受人生，陪伴家人。當覺得自己被掏空時，佢會選擇去旅遊，放低手機，唔復信息，或者俾自己啲甜品，嗰係令大腦放鬆，產生新創意嘅必要補比。但呢種休息並非終點。佢同新京報記者透露，自己對舞台劇創作、監製甚至導演都有着濃厚嘅興趣。鏡頭之外，佢拒絕裝，拒絕繼續演一個明星。演戲已經夠攰嘅，喺收工嘅時間要好好放鬆，去感受呢個世界嘅美。喺正義女神播出嗰陣，佘詩曼接受咗新京報記者專訪。喺專訪中，佘詩曼表示，我希望可以展示出一個真實嘅法官俾大家，咁先可以令觀眾自然代入劇情。喺我最開始考慮接呢部劇嘅時候，我就自己揾咗我嘅律師朋友，問佢哋我係咪可以隨意去香港法庭聽審。律師朋友話我知，每日其實都有公開嘅法庭庭審，但有啲案子係唔俾聽審嘅。我希望揀啲女法官嘅審判，我就自己一個人戴住口罩入去，觀察佢哋係點樣工作嘅，包括佢哋說話嘅態度、方式、語氣。我見到法庭裏面嘅法官都係邊聽邊將案子記錄落嚟嘅，好令自己返到辦公室嘅時候方便工作。我又見到一個女法官，佢走入法庭嗰一瞬間，幾秒，我就見到佢着咗黑絲襪同高跟鞋，我覺得特別優雅，我就同監製話，我想咁着，所以劇中嗰個造型係我 copy 一個女法官嘅。仲有眼鏡嘅造型，法官梗係要睇好多書、好多文件，讀書嘅時候梗係近視嘅啦。如果戴隱形眼鏡都得，但咁樣對眼會好攰，所以我就話可唔可以戴眼鏡，然後監製話得，但你要犧牲，因為戴咗眼鏡好易反光，咁樣燈就好難打。咁我話好啊，咁我就犧牲我嘅美貌，出賣我嘅皺紋。我睇劇本嘅時候，睇到啲案子，可能諗到嘅就係我嘅台詞，但當我真正開始拍攝，例如我第一次造型嘅時候，我一着上嗰個法袍，一行入法庭，我就有好唔一樣嘅感覺。法官係坐喺高處嘅，嗰個距離感即刻就出現咗。唔止係演戲嘅時候，就算平時喺劇組，我同演員嘅相處都好唔一樣。以前我好中意同佢哋溝通，咩事都中意傾下，但當我拍呢部戲，我就直接自己離開人群，有啲莫名嘅孤獨感。呢部戲拍攝過程中，我感受得到法官係好孤獨嘅，因為佢唔可以同其他人去討論案情，呢個都係法律規定，其實係一個獨來獨往嘅職業。佘詩曼喺拍攝《正義女神》嘅時候，戲入面戲外面都感受到法官係好孤獨嘅。我攞到劇本嘅時候都喺反覆諗，作為一個法官，每日面對嘅呢啲案子，尤其係涉及未成年人嘅案件，嗰種無力感係好強烈嘅。但言為之唔係一個衝動嘅人，佢比邊個都清楚，法官嘅職責係依法判案，唔係個人情緒判案。作為一個法官，佢遵守法律條文，但作為一個普通人，佢內心有正義感，佢嘅價值觀係會受到衝擊嘅。
我哋喺面對呢啲少年惡魔時，除咗憤怒，仲可以做乜嘢呢？所以佢就用自己嘅方式，喺法律嘅框架內盡量去調查清楚，去彌補嗰啲受害者嘅家庭，亦試圖去喚醒呢啲仔女。呢個都係一種救贖佢哋人生嘅責任。我覺得就係要好好把握機會，機會到咗嘅時候就要好好捉緊佢，永遠都唔好自滿，唔好諗自己好叻，因為天外有天，人外永遠有人。我希望每一次都有進步就得啦。要將目前嘅工作做到最好，其實就係要活在當下。我覺得總會俾掏空嘅，所以要不斷去增值自己。如果真係覺得自己有空洞嘅一瞬間，可能就提示你要停低休息下，係時候叉電。我通常會先俾自己一個短期嘅旅遊假期，將所有工作放低嚟，唔玩手機，唔復信息，好好去享受旅遊，去睇下呢個美麗嘅世界，令自己放鬆之後，諗下自己究竟而家缺乜嘢，明白你想要乜嘢，缺乜嘢，就要去補乜嘢。每一個階段都有唔同嘅感受。但喺去諗實現呢啲之前，一定要俾自己啲甜品，就係令自己舒服下，唔好成日繃緊嘅狀態，太繃緊，壓力太大，反而大腦越諗唔出啲新嘢，所以先放鬆之後再繼續充實自己。我而家對好多唔同嘅領域都有興趣，例如話舞台劇，例如話我都想試下可唔可以主動啲去創作一部劇出嚟，或者嘗試做監製、導演方面嘅工作。演員梗係我呢一世嘅工作，但係演員太被動。如果可以自己主動嚟選擇做啲創作，我中意懸疑嘅故事，仲有啲反映社會狀態嘅題材。呢一方面我有諗過，亦會同其他人傾，其實唔容易，但喺傾嘅過程中，我覺得好有趣。我希望有一日可以實現呢個目標，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大目標。我淨係得一生嘅時間，梗係要好好去利用佢啦。喺有資源、有能力、有精力、有好心態嘅時候，我應該要好好把握人生嘅時間。對於年齡，梗係要坦然，因為呢個係自然規律，咁就唔好去焦慮。每個人都會經過呢個階段嘅，關鍵係你準備好未？咩年紀就演咩角色，最重要就係你演出嚟嘅角色，觀眾信唔信，中唔中意。有戲拍就拍戲，冇戲拍就去享受下人生，或者感受下呢個世界嘅美，陪伴家人，同朋友去玩，呢都係人生嘅另一種態度，都唔一定要話演員就一定要不停咁拍戲。以前嘅我可能都會咁諗，而家人成熟啲，知道除咗工作以外，都有好多美好嘅嘢可以做嘅。我守護嘅係戲外做返自己，最樸素、最真實嘅自己。鏡頭外唔好將自己當明星，咁先可以做到最原本嘅自己。其實演戲都夠攰嘅，出到嚟我演過差唔多近100個角色，就好似我活喺唔同嘅人生入面。喺戲外嘅時候，如果仲要演或者裝嘅話，我太攰啦。我覺得要好好利用我收工嘅時間，去放鬆自己，將最真實嘅自己表現出嚟，享受生活。我想演啲比較接地氣嘅，冇美麗嘅妝容，冇靚衫嘅角色，亦希望可以展現出唔同境遇下唔同嘅女性樣貌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